是阿雄。专家有地位，就是讲咱厝内底有5个人。是，大家本节目挑战5组的题目，过5关拼奖金，上侪35000块，你揸上去哦！今日介绍咱2队来宾明星哦。好来。好，阮这是我文星啊来啊。哎呦，嘿，我文星闪是啦。介绍阮的队长文星。是队长那个介绍落去，好不？好，来。老唱歌的阮副队长。阿哥哥，是你好，我是郭中优。好，来，佮继续落去。大家好，我叫阿苏义，哈苏义。对，我是何苏义啊，何苏义。阿嬷啦，拢叫我哈。嘿，我跟你讲哦，今麦看到这4字真正会徛好。系啊，足穿的。嘿啊，这两问问的囡仔、查某囡仔拢知影。颜值3年。真正唱甲抓袂掉咧。好，来，佮刷落去的嘛是真辛苦的。对。来介绍落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叶啦。小叶。我的工作是经济人，是。但是家拢无我的人。我是因的朋友尔。好，来，佮刷落去咧。大家好，我是尼木，我是做记者的。来，你敢有可能唔对？哦，小可。哎呦，恁这边是闪是对吧？是闪。阮这边是红记记啦。哎呦！欢迎咱今嘛这队党的连 TT 咱队长党的。红记先甲你恭喜啊！感谢，即个互人求婚了，安尼敢若互啊春风好春风满面，嘿，春风满面安尼，嘿，而且阿嬷拢有看，因为恁的这节目会重播搁重播，对，所以阿嬷会看到，阿嬷会看，所以小等咯，上煞甲董妈打招呼啊，董妈，对，董妈你好，恭喜啊，早孙要结婚了，阿边啊，你要介绍落去。好，边仔这就是我的未婚夫啦。安尼啦。但你讲就歹势啦。大家好，我是海丽，嘿，爱丽啦，本来是爱丽啦，爱丽，恭喜，好，来个刷落去咧。走落来，阮朋友，哇，大家好，我叫做新颖。新颖，嘿，我是一个魔术师。魔术师，嘿，我学魔术10档啊。10档啊？嘿，啊，你们能好好开始学？为17岁开始学，嘿，17岁，啊，今嘛27岁。我们讲的是你今嘛看起来亲像17岁啊。对啊，好，来个刷落去咧。来，我叫星星，欢迎，欢迎，好，来个刷落去咧。大家好，我是洪空。空啊，快点，我听唔到啦。我讲空。系啊，我是阮党的高中同学。哦，今嘛嘛不了解你，安尼好朋友。好，今嘛今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啊，欢迎咱新国的国文老师罗光成罗老师，热切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光成，台语真深刻，接讲恁就会有好成绩。是，无唔对，接讲恁就有好的成绩啦。来开始讲啊！是，咱这边毛艺术，这边毛艺术，所以讲今嘛刷落开始要比赛啊！好，今日咱的第一回合资格赛开始。我来讲，你来摇，家庭内底派出一个人来讲，另外4个人来摇，上尾啊摇到较侪题的家庭就赢咯。我来讲，你来摇，是要安怎讲？我来讲，你来摇咧。哦，咱这回合就2边吼派一个人出来，咧2分钟以内。2分钟。哦，啊，看阮后壁的题目，用比的、用讲的、用演的拢会使，互你家己的队员来摇这个题目是啥物？咱2个代表好啦，看向人先。好，来。哦，这边先哦。你边先发哦。来。好来，啊，咱这边有要选一个。我，嘿，来，队长来。哦。大家。加油！来，你有2分钟的时间，请开始。2个字，因为我是你的。切了。来，嘿，3个字，食火锅，今仔日食，明仔载出来，3个字。金针菇，对，金针菇。魔关这是啥？拜拜。金卡。3个字，小三，温馨良。
3、2、红梨家，来个你，两个你发奖品啊，为了食。健康。两个你好不呀？啊，讲这啦，哦，你真正少。 OK。健康。两个你白白圆圆的，啊，做饼拢会食的，圆圆。不是做冰做冰。大粒的。健康健康。两个你哦，去庙的啊有这有无？安尼啊看过去，这个物件叫啥？慢什么？慢看，台语。我哩一个谚语吼，就是讲咱两个人的爱情是伊咧管的啦，所以吼讲阮的爱情是什么人的？天公伯，不是，哎，天主定，什么天注定？提供这样。不是天公了，天注定。什么？3分天注定。另外一种讲话，另外一种诶，嘿，你两个拄拄啊你结婚，标的甲元老求什么？嘿，天注定。过来。这是啥？看无？哦，拍手。来，哦，3个吉米，啊，健康。后来3、2，你即马足怪的，爱食什么？有啊。什么？像火锅的物件？那个烟草，不，这。啊，健康。哎，这个，大个你，时间到啊。时间到啊，来几题？咱这回下面得到10分啊！10分真悬啊，算悬啊。嘿，算管啊。哦，因拄则有一条袂晓啦，迄叫做河丁啦吼。好丁，哎，因拄则因为用华语去想，你知影是门槛，但是唔知台语边怎讲，迄个台湾咧叫做河丁啦。好丁，过来因迄个姻缘天注定吼，嘿，因袂晓讲姻缘，你讲婚姻天注定，啊，尾来因讲姻缘哦，还是因无啥正确，因为姻缘天注定。咱讲即个跟我有缘，毋是有缘啦吼，缘分啦吼，讲两个人缘分有缘分啊咧吼，啊姻缘啦吼，迄个爱讲缘才对啦，嘿，啊，所以还有一个拍水是啥？大龟啊，大乖啊，大龟啊，大乖，迄就是水鸡。还袂变做水鸡以前，伫水内面吼，有敢若尾溜啊无骹安尼，迄个时阵叫做大乖啊。嘿，对啦。讲大奶啊，对，卖使讲大乖啊，嘿，啊卖使讲大乖啊，嘿。是，嘿，啊嘛有个有个所在是讲暗妹啊啦，含妹啊，嘿，有足侪讲法的啦。哦，好，谢谢老师，嘿，袂歹。好来，咱这边嘛派一个哦，就来，问声来哦，尽量发挥，好，好来，恁有2钟的时间，请开始。咱常常咧去的国家边仔伫边仔尔，大陆，唔是中国、日本，来，啊3-2，咱来感觉是会安怎？呼哨，这个，啊，迄个狗，迄叫啥？麻雀，3-2，不是3-2，迄叫啥？拍麻雀，这个，来，啊，迄个，咱那食手咸哦，这会安怎？这会安怎？西游记，不，这叫啥？两个字，这叫啥？后面那2名，这叫啥？哦，这个，来，啊，咱若是讲话讲到伤济，少声，对，啊3-2，迄个人讲这个查甫足厉害，好，高강音，这个，来，哦，那咱食手正，食正的，这边叫啥？两个字，两个字，当剑哦，来两个字，咱定咧运动啊，拍篮球啊，你也走手久的，安怎会啦？这个，来，对，吼，啊人咱讲迄歹人我歹人我会着报应，啊人拢会甲讲。啊，咱迄个安怎咧？做天咧看。这个只爬迄树仔顶的，迄叫。迄个碰气。拜，迄中国个。不是，讲个其中迄个水果。先拼先2边拢是台语歌手，这个回合敢会当反驳呢？有这个世界只爬迄树仔顶的，迄叫。迄个碰气。咱常常拜一个。
拜拜，迄中国个不是，不是，讲个其中迄个水果，中医的水果，来，哦，这个来，咱个做来炒迄个，咱个食迄个，哇，迄刚刚有咧话，出来，你真正足虎叫笑的，甲迄个什么？哦，迄个好足青呀，迄得奖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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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迄个什么世界上看咧，嘿，到尾啊，上尾啊一字是甲是，迄有关系，嘿，甲有关系。第三个字是，第三个是拜哦，不是，你拜什么？拜啥？天公伯，不是，要緊，拜神，拜神啊，是啊，頂風神。雷同是，哎，唔講真牛啊啦，好來請回，哎，這是咱有史以來吼，什麼上官呢？第一道上官婚的咧。哦，哇，唔過真刺激，嘿，真刺激。這個遊戲就是安尼算帶刺激。嘿，來看一下分數。哎，咱恭喜這名文青得到13分哦。嘿，拄啊吼嘛，比啊拢真好，風量嘛拢真好。是。嘿，唔過速度傷過緊，有的字吼，咱看無啥清楚。無介清楚。嘿，不要緊，咱請老師來解釋吼。來，老師。好啊，一寡講法啦，咱講救筋吼，哎嘛是救對啦吼。啊，迄個救就是咱講救大迄個救啦，共款救大救筋是只共一下音共音啦吼。是。嘿，啊，過來。因上尾又無到迄個巔峰神啊，巔峰神，嘿，啊，迄個神明的神，啊，伊講拜，啊，伊講拜天公，啊，應該是拜神啦吼，啊，伊若即個又會到，伊可能啊，但是時間已經足白啊，是啊，真可惜，即個又無到啊，巔峰神就是講，家己感覺足夠的，去世界講我有夠吼，我你看我得獎啊，是講我啊第一名什麼吼，安尼咱講世界我要着13第，你看啊，嘿對啦，是好，謝謝老師，哎，其實今日這兩隊哦，我攏感覺咱製作人應該去領錢啊咧，對啊，因為是安怎攏傷過強啊啦，攏10以上的呢，是啊，是，咱分數先看一下吼，來，文星這組的，阮閃閃四的，有史以來上關分13分啊！哦，好，啊那咱這邊當的咧，啊，伊若是拄着別隊嘛贏，伊得着10分。哦，好，不過咱贏的這隊哦，咱有獎金哦，是，差起嚟啊，好，咱贏的這邊，恭喜閃閃是得着5000咯。了解，咱這邊雖然無咱後一個回合會甲彈起來啊，加油加油！好好，今來去咱第2回合，手彈定高機。手彈定高機，兩隊派出一個人來手彈，講出正確答案的人就會當得到分數，隆重進行5條題目。手搭定高機，台語安怎講？是咱即個台語要安怎講？係哦，咱會請咱的外國朋友Kevin，哦，用鏡頭帶咱去遊台灣。啊，伊若拄着伊袂曉講的，伊就會摕來問大家台語安怎講。是，啊，今日派2位出來，是，吼，攏是喜事。即馬這是上紅，你嘛是上紅。我是另外一種紅。另外一種紅，嘛是好代志的紅，會爆炸啊！吼，你會食炸人的，是等下等於都面紅紅啊。是，啊，我若阮屬意啊，吼，屬意啊，嘿，所屬意，是。即擺這道真辛苦，是毋是恁練舞的時陣？嘛是足忝的，但是嘛足歡喜的，就是甲朋友做伙練舞啊。因為攏無熟悉啊，是攏熟悉當地。小可有熟悉啦，大家跳舞攏會熟悉。有影拄好長青春，長好行的時陣，吼，一定愛加油。好，來，請出題。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未來這個年，我是對巴西來 Kevin。今日我來到這個台中的新社的古堡莊園，我先甲您介紹一下哈。這個古堡莊園吼，離大溪風景區內海拔約500到860公尺，美麗的風景，啊，佮加這個莊園內哦，舒適的步調氣氛，就是足濟觀光客最愛來的一個所在。啊，上有特色就是啥物呢？就是這個莊園內一棟一棟的古堡式建築，就是敢若來到澳洲佚佗同款咯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台中新社的古堡莊園的大主角，佇我的後壁，你看覓哦，就是迄後壁的城堡啊。我就來甲你問一個哦，恁敢知影城堡的台語安怎講呢？城堡的台語安怎講？城堡的台語安怎講？請手答。
哦，来，海力，海力，新宝，城堡，嘿，刚对，城对啦，堡，对啦，哎，卖安尼，哦，嘿啦，确定哦。哎，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城堡？还是唔对？啊，不紧啊，嘿，所以加油，注意。哇，哇，所以足简单的，足简单，差不多。棒球个过去遐叫啥？嘿，城堡。什么城？啊，对。你刚刚无听到哦？少年人啦，哇，加油了哦！你感觉啥？你就念出来。来，霞，嘿，拄我有听到啥？你嘛通心念。霞，城是迄个城，心霞，对个哦，啊，你拄则有讲啊，哎呀，新宝，新堡，心霞，霞宝，袂歹，少年人的听力敢有好？好，你的答案是霞宝，好。来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健康。恭喜得了1分哦！好，来，咱听老师安尼解释。来，老师，哦，这咱一般哦口语来讲城啦，哦，像咱拄来伊讲就讲土城啦嘛吼，咱有真侪所在，那地名有几字，咱讲城啦。当然，这个是会使念城啦吼，像讲咱讲城隍庙，不过咱伫个口语内面讲城吼，遐有一个城嘛，啊，所以共款讲城堡，较袂讲遐有一个城啦，哦，遐是一个古城吼，啊，所以啊，咱讲城市啊，嘛无咱讲城市啊，哦，所以是城堡才对啦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安尼你有学到啊吼？啊，记起，嘿，一定爱霞，城堡。霞宝，是，好，较紧的哦，咱今日换人。是想要甲阮任务问者吼，啊，你即马对着就是这个27岁查某囡仔，要求哦，哈，少年嘿啦，咱是真正有少年人这个机会，对，是我表演，你知伊要表演咯？哦，伊拄仔有讲，嘿，伊讲有魔术，来，我想要看一个，你想要变啥？我想要变一个什么？关有白的，白，系杯是白啊的。哦，嘿白，嘿啊，这个白有52张。 52张，嘿，你凊彩讲一张。六，什么辣？哦，乌桃、红桃、四角的，红桃辣，红桃辣，嘿，红心六，红桃辣。对。我头拄啊有加一张白冰过来，放伫内底。哦。迄个白就是。你敢会讲你即马讲迄落台语变袂出来？伊无要听你的话，伊无要听你的话。哎呦，听无啦，嘿啊，音乐的高调哦，高调哦，是我是红心辣，红心辣，是，好，迄张白就变过来放伫内底。哦，嘿，你事先已经放在内底啊？嘿，对。又着我着我意思啥呢？好，来，好，我即马拍开，嘿，摕出来，摕出来，好，安尼，好，伫个镜头前点开，点开。哦，紧张，刺激！我看到啊，摕即摆到底听有台语无？这个世界魔术真正这么怪奇吗？即摆这张牌都要变过来，1、2、3。真的变了，你跟我叉呢？哎，伊真正听有台语呢。我跳舞唔够我讲嘞。哎，伊唔是变色的呢。哎，而且我拄啊无甲伊讲话呢。足恐怖的。嘿啊，这记号。哎，安尼这真高。厉害！哎，咱读人的心的感觉。对啊。是，不过真正阿明我嘛唔知，不过咱袂当去共破坏。安尼你知影我即马答案的答案是啥物无？你同我唔知。哦，你唔知吼？是，不要紧，唔知上好啦吼。好，来手机在两个顶面咯。来，咱请出题。哇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你看卖啊？你若来到这个台中的新社的古堡庄园吼，你会当看到这有足济这个枫叶树吼。啊，这枫叶树吼，就是你看哦，这枫叶吼，就是有这种五角吼。啊，这若到秋天的时阵吼，就会变做这个黄色、淡薄黄色甲红色吼。啊，最后你若来，你会当摕一个叶啊吼，摕转去做迄落茶签啦，吼，当摕转去茶签做一个纪念品吼。
啊，我要来出这个题目。各位观众朋友，请问枫叶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枫叶台语安怎讲呢？是枫叶台语安怎讲？枫叶哦，来请求答。哦，来题目。枫叶。枫叶。来，老师是不是枫叶？歹势，唔对。那是枫叶，就是健康迄个拍迄种枫叶啊，系啊，枫叶。不要紧，来机会说明可以。来，应。红叶。红叶。因为我感觉枫叶的枫叶是红色，所以红叶。红叶。这边无念叶，会使念另外一种念法。是。罗叶叶红叶哦叶。第二字我会使甲你讲是叶。叶哦。叶啊。红叶。是。你有要爱这个答案？嘿，就是这个答案。哦，袂歹，勇敢。确定哦。确定。是哦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红叶？太神了。是因为咱无定去念啦。对啦，而且红叶嘛唔对啊，青青的时阵你袂使念红叶。哦。对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伊讲红叶啊，伊甲秋天才会变红的啦，伊若其他的时阵唔是啦吼。啊，这种树啊，咱叫做饭仔树。饭仔树。饭仔树。啊，你若知影饭仔树，你应该就知影伊要安怎讲啊，叫做饭仔叶。饭仔叶。唔知呢。唔知呢。哇，唔知吼，你即摆应该爱知啊。嘿，饭仔叶。饭仔叶。是。好，谢谢老师。饭仔叶，吼，其实是无好念，啊，不过咱学着就好啊。好，好，不要紧，咱有分数。来，咱今日换人。我甲你讲，我的高中同学，伊就是以前足像詹老师的，足像张维忠老师哦，伊红空哦，你对，伊以前的时阵有无？有呢，这是一种言论哦，有行哇，有行哇，有行哇。哎，不过老师确实有当时啊嘛是空的，老师足好做，足好做呀，是，哎，唔行呢，行呢，无讲无发现，来目镜借你挂。哎，张老师你好啊！不行，老师你赶快看着阮这洪水安怎？超像仔啦，带仔哦！这有拍咪啊！哎，空来，健康啊！有啊，哇，真好就对啊，阮家是带仔啦。有行。好，等一下哦，今日哦机会来，咱就今日唱哦，吼，小叶嘛是共款，好，请两个人见面哦。然后讲请手答，咱来当试哦，吼。好，来，请出题。啊，忝啊！各位观众朋友，你若来到台中的新社的古堡庄园吼，你若忝啊吼，会当坐一下，休困一下，享受一个下午茶。来，我来试看卖这个咖啡。啊，爽啦！啊，我知影要出什么题目啊？各位观众朋友，请问下午茶的台语到底安怎讲呢？请问下午茶的台语安怎讲呢？下午茶，吼，好来，咱请手答。好来，空的，咱试看卖。下晡茶。要去啉下晡茶无？我就想诶，大家是巧克力吐司。巧克力吐司。巧克力吐司。哦，巧克力吐司。巧克力吐司。你即马伫撩妹哦？我无咧。你讲我阿姊招咧吼。我是感觉袂使，毋过拢无食着什么好安尼。我咧甲你提示。所以爱叫茶吗？下晡B。下晡 B 啦，咖啡的 B 啦。下晡 B， 下晡 B 袂歹咯，吼，下晡 B。真正空啦，那只空水。不过你莫，少年人拢会点头哦。下晡 B 哦，袂歹。下晡 B 无？跳舞啦吼，确定吗？下晡 B。好，来老师，下晡 B 对唔对？太写唔对。下晡 B。我真创新啊。对啊。吼，真好。非常符合少年人。唔是下晡 B， 你会是什么货？贵豆茶。贵豆，真嘛真好呢。我刚才有是贵心茶。嘿，
贵豆茶，贵豆茶吼，那卖较复杂的。茶米，哦，茶米，决定一个，下晡茶米，下晡茶米好，是哦，好，老师是不是下晡茶米？歹势嘛唔对。啊，是啊，真正有啊有啊。后来咱听老师讲者，来老师。啊，这应该不是咱原来有的物件啦吼，这是对英国来啦吼。英国人因伫下晡时啊吼，因做 tea time。普通时啊，迄阵啊，毋是干那食茶呐，因食茶以外，你甲看，敢若食一顿饭共款，有足济食的物件，啊 sandwich， 还是啥物 cookies， 还是啥物 crackers， 有足济会当食的物件啦。啊，重点毋是干那伫迄个茶尔，所以咱一般甲伊讲的是讲下晡点心啦，下晡时啊迄啦，啊会当啉咖啡啊，食一下点心啦，对，吼，所以因暗顿拢总爱食，因为下晡时啊2、3点啊吼，食足饱的啊，所以到咱5、6点的是食袂落，拢到7、8点才去食暗顿。是，所以咧，毋是干那啉茶尔啦，哦，重点毋是干那伫茶，主要是遐食的物件。是，好，不要紧，这个拢无分数，对，后一个应该有分数啊，吼，来，咱换人。对，星星，咱一定要加油哦，吼，上无你嘛爱有一个，开始一个，对啊，有一个数字出来一个，啊，这边的较想要中医话袂歹，因为伊拢平常时拢唱台语的，所以讲因知影迄意思。哦，对啦，而且即马嘛是拢真注重，迄落咱的迄落啊，台文理，哎呀，不然我是真卡大汉的啊，所以台语较会通啊。好，来手放在脸的顶面，听讲请手答，咱才会当试哦，吼。好，来，请出题。这个准备叫对只有看到2个人，我来甲因出台语题目，来，过来。Hello，歹势，甲恁叫一个。你好，我是 Kevin。请问你叫啥名？我叫 Reaper。啊，你咧？我叫嘉玲。哦，嘉玲，你好。啊，恁今仔日来遮约会？对。哦，赞哦，浪漫哦。啊，这个所在敢有介意？有哦，做水的。哦，这样真是够赞的呢。那有来，男女朋友会当来遮约会哦，真赞哦。好，我甲你问一条，恁敢知影这个湖的台语要安怎讲？唔知。好，不要紧，咱来问咱的观众朋友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请问湖畔的台语安怎讲？请问湖畔的台语安怎讲？是湖畔的台语安怎讲？请手答。好，来，朋友。敢有遮简单？敢有乌？无可能干那乌尔哦。嘿，两字。乌鼎，乌盘哦。哎呦，叫离婚嘛是袂歹哦。乌盘好啊。乌盘。乌盘。创意。确定哦。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乌盘？歹势，音无真正确。是，好，先个你有机会啊。乌。啊，你我知啊。音是一个音。乌花。乌花。乌花边的花。哦，破花变花，乌花。哎呦，确定哦。袂歹。袂歹啊，斗起来嘛是有影的吼。对啊。乌花。乌花。青花嘛是花。青花嘛是花，是拢是边啊嘛，是乌花。乌花。确定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乌花？歹势嘛唔对。就是迄个音呐，袂当个又一届。是，袂当个又一届，但是不要紧，我有你机会讲。我即届改乌盘。乌盘。我主要是讲乌盘嘛。对。乌盘。乌盘。乌盘。啊，那照字是乌盘。乌盘。伊念做盘啦吼。啊，伊拄则讲。看咱一般水边咱会讲墘啦，你若讲乌墘，我那会使啦，吼，咱讲钢墘嘛，吼，捌听过无？钢墘，钢墘啊边哦，头前钢前路的钢，对，钢墘啊，船咧边啊，吼，甲碗水嘛是叫做迄个樽墘，吼，咱碗有啊啉迄个碗底饭咱碗墘，迄边咱就讲墘啦，吼，所以你若讲乌墘。乌盘，哦，这两个答案拢正确啊。乌盘，乌盘，学着啊。是学着啊。学着。是，这以后通写喺歌词内面就好，哦，会使哦，乌盘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就是迄个音差一组啊，尔啦。我已经算厉害，拢敢讲就是对啊啦。对。好，不要紧，来上表一位哦，咱换人。这哦，咱台语的音就是安尼啊。吼。
足水的，啊，毋过迄只差一珠珠啊，就敢若咱听到眼药眼药，吼怪怪安尼，就是迄个音呐，所以讲吼，咱就是豆豆啊爱练迄个音，啊，若有诶吼，真正甲摕去歌词内面足水，台语歌足好听的，真正对对对，我嘛是文青遐小粉丝啊，哎呦，我都看伊演的8点档，哎呦，很帅啊呢，是。你养底遐诶。我记啦，伊讲，伊知啦，还袂转音啦，还袂办过好啊。是，啊，伊即摆意思就真明显的，就是讲吼，因安尼吼，即摆加软啦，哈，啊，就是安尼。看有机会再放一下爱开市一个啦。不行兄，意思就是安尼啦，吼，好，拢准备好啊，好，来，咱手放喺另个顶面，请准备。好，听我讲，请手搭，咱会当试哦，吼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出来啊！各位观众朋友，你来到这个古堡庄园哈，你会当来到这个湖畔哈。这我帮你看卖哦，这有出一鲤鱼哈，哇，出一无共款的彩色的呢。哇，来食饭啊来哦！哦哟，哇，敢若水妖呢？恁是到底几啊天无食物件啦？恁？哇，好。OK， 哦，你先食哈。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要来出题目啊哦。请问鲤鱼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鲤鱼的台语安怎讲呢？鲤鱼哦，吼，伊的台语安怎讲？请抢答。就简单。你试过麦啊？试过麦哦，鲤鱼啊，就安尼。确定哦。好，来。老师是不是鲤鱼？两位队长抽1万块的奖金，什么人会讲出鲤鱼的台语呢？哦，来，首先，讲就简单。你试过麦啊？试过麦哦，叫感觉啊。鲤鱼啊，鲤鱼，就安尼，确定哦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鲤鱼？这嘛是一种讲法啦。谢谢老师，来，恭喜你得第2分哦。好，不要紧，咱来问一个，等下你知安怎讲？我拄则是咧想是毋是鲤鱼，啊，毋过我无确定。对，无确定就对对，因为后摆应该先试落再讲。你拄则是要先我等我先讲。你这嘛是安尼等啦。我是想对，应该是鲤鱼无唔对。其实咱这个回合无好诶，安尼讲好拍感情。不是你赢就是我赢，心机咧。所以我定过你啊，是无唔对，已经达成咱的目的了啦。好，来，啥那叫做鲤鱼？咱来听老师解说哦，哈。来，老师，这照字是讲鲤鱼对啦，不过咱台语其实也有其他讲法。真侪人讲大鱼还是讲大鸭鱼？大鸭，定人讲大鸭，是大鸭，还是讲咱食嘛是讲大鸭鱼啦，大鸭，这是较常听到的。啊，不过有所在讲鲤鱼对啦。请回，咱看一下分数，好，先看阮这边，闪是，得到2分。哦，啊来，咱这边咧，连体你的，等下同款是1颗爱心，不要紧，咱个继续拍拼哦。好，咱赢的队是有迄落奖金的哦，要搁踏起哩哦。闪是这回合得到1万，所以有15000咯。好，来，今日咱的第3回合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5条题目，2队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是，无唔对，斗阵拼输赢。这个回合就是咱一定爱斗阵啦，爱拼讲咱10个吼，拢会当这来算这游戏。是。啊，毋过吼，要做前进前，咱都爱先有计划。是。吼，来问一下咱的队长，计划到底是啥？吼，队长，你有计划无？计划哦。无咧，无啥物计划。哎呦，
技能袂袂当使放一拿地，更港人的哦。无人甲你讲哦。无人跟我讲啊。哦哟，正确正确。安尼就对啊。我意思是讲要做伙，要做伙。在这要做伙定了就做伙定啦。哦，哎呦，一定爱安尼啦，要定做伙定啦。爱讲心的，好朋友讲加油所以因的计划，迄边应该拢有听到。是，这边的朋友，你有啥物计划无？哦，阮家吼就是，哦，虽然你好恰呀，虽然故事命，霹雳瓜惨，是，所以讲嘛是同齐点就啊，对啊。就是迄人缘较无好的，就互伊。都莫插伊，系就莫插伊。哦，自由啦，自由发挥啦，吼，好，自由发挥啊！好，我要出题啊！阿姊，先互我提起这两位队长一个，是，头前是不是15000块？但是这回合是2万，所以恁若是赢，恁就超过伊啦，恁就会使摕奖金。哦，所以这是冰盘的一回合，爱注意哦，爱注意哦。来遮比赛，哪有可能？迄拢啊嘴讲讲的尔啦，爱加油哦！心内拢有计划啊，吼，是好，我要出题啊！好，来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咱常常听到结婚爱贺8字，啊，恁敢知影8字有包括倒一项呢 ？A. 人的生肖 ，B. 出世的所在 ，C. 出世的时辰。是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请开始。是。贺8字。人的生肖哦，吼，出世的所在，还是讲出世的时辰？来，好，4、3、2、1，来，请二答案。哦。看起来应该是要死就全部拢死。啊，若是要活就大家拢快乐甲活落来哦。好，来，你是安那感觉是死？因为大部分拢喺考8字的时阵，拢是讲时辰日过安尼啊。是。对，所以我是讲应该是时辰。伊的时间嘛。时间，对。有啦，啊，即马就要结婚的啦。未去会合啦。哦，伊结啦。伊有学8字。所以讲，确定是安尼。确定。哦。啊，听伊的就对啊。对。啊，拄则无讨论到呢，奇怪。我拢一直吃。哦。好，不要紧。正确的答案是。是，两边拢5条命，是，袂歹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，来，老师，咱8字就是有8字啦吼，啊，倒8字就是咱讲生时日月吼，生出来迄年吼，啊，迄个月，啊，迄天，甲迄个时辰，这4项吼，啊，每一项拢有2个字，所以加起来都要8字，啊，时辰就包含伫内面。所以是这个答案，这内面敢若这个时辰是正确的，剩下无正确啦。因为生肖无一定在倒一年啦，因为12年就轮一摆嘛。啊，咱的这个假期是60年才轮一摆，所以爱你用迄个时辰来，用迄个生肖来看是袂准的，所以爱讲是倒一年吼，啊，迄个年吼，2个字吼，甲你的生肖无一定是合起来哈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嘿，这以后咱一定拢爱啦，咱要结婚啊啥，拢一定爱去看这8字的吼，咱即马就搁较了解。对啊。是，框框，爱记下嘿。我上好的啊。我上好，目镜做一个，目镜做一个。来，这题看起来敢若真简单。大家拢会晓。好，来，搁刷落去哦。好，来试掉。请试后一题。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有真侪趣味的地号名，啊，恁敢知影倒一个是真正捌存在过的？A. 50万家 B. 乌龙派出所 C. 白目山。是，恁有10秒的时间。50万家，乌龙派出所，白目山。哎呦，白目山听起来敢若真白目哦。是，真趣味的地名，真趣味的地名哦。5、4、3、2、1，来，请答案，来，系啊，来哦。
好来。甘心行共甘心啦，要死都会死啊，要死都会死啦。啊，这边较是有分 A B C A C。好来，咱来先听一个共心的朋友啊，是安怎的？因为拄仔阮文清兄甲阮讲吼，这个乌龙派出所拄仔伫因兜遐。对。啊，所以台中不是，不是，都是一个山。要去你山顶的迄落啊，一个。无，伊伫屏东。屏东乌龙派出所，即马改啊，较早有。哦。你屏东人哦？我屏东人，要我东港遐。哎呦。东港人的阿嬷的乡下。啊。啊，不过我唔知影乌龙。因为迄阿嬷的外地啊。乌龙算新园啊。是。好啊啦，咱这边的咧，来，阮的名大是，阮这边是一开始有人讲绝对唔是 B， 你讲的是啦 E 啦，啊，不过上尾啊时阵，害你就讲无我 B， 好加载老是咩意思？啊，不过嘛无确定哦，嘛无确定哦，是所以讲你感觉趣味的就是50万加，对，啊，因为50万，阮想讲咱敢若无这个字是咧讲地名，有咧面呢，系啊，敢若恁咧，是，啊，白目山，敢若真正有这个山同款安尼，所以有两个 C， 是啊，好，咱来看一条正确的答案是。这边5条命拢留的，哇，这边剩一条啦。来，咱先甲迄落啊，嘿，是。哦，拄则有在地人啦，所以知影啦吼。是。遐真正有一个乌龙村啦吼，伫屏东迄海边仔的所在啦，伊讲东港嘛，迄外海啦。哎呀，即马这个派出所以前真正叫做乌龙派出所，因为就是人讲办案吼，不要迄落搞乌龙啦吼，所以共改名去啊。所以即马无这个派出所啊，不过遐还有一个小学是叫做乌龙国小，所以乌龙国小还佫伫咧，干那个派出所无去呢。所以真正迄个所在是叫做乌龙啦，哦，甲即摆还佫叫做乌龙，所以因为伊在地人，所以知影哦，这是拄好因这队哦，大家拢答案拢对，就是因为伊知影有影有这个所在。这我可能我要去跳海啊！我等下好，我真系怕死啊！嘿，你不什么乌龙？对啊。是哦，谢谢老师。哎，真恭喜5条拢留着哦。哎呦，村咱海力。我在拼呢，全村的希望，不要紧，全村的希望就是你啊，吼，咱拼落去哦，吼，好来后一题哦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最有名的九天玄女原本是一位老师哦，啊，根据咱上早的记载，伊是传授什么款的知识呢 ？A. 定法兵法 ，B. 医学疗法 ，C. 恋爱秘诀。伊是迄个定法甲兵法，是啊，对抗迄个蚩尤安尼。是，对。我住台中嘛，啊，都会公园那边有一个月老，啊边啊就是拄好9天边啊。这9天甲元老因两个只是合租呢。嘿啊，有兵啊。9天玄女要来降落了，伊是传授什么知识的神明呢？好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。哇，是定法的兵法，还是讲医疗的，还是讲恋爱秘诀？嘿，9天玄女。嘿，降落，嘿，中华路一带，嘿。是，嘿，医学恋爱也是讲定法咯。来5、4、3、2、1，来，请起答案。来。哇，你给我分清啊！这边较想的是定法哦，吼，啊，这是恋爱，好来，咱来听共心的，吼来，文先，这我算宗教，这我淡薄研究，哦，伊是迄个定法甲兵法，是，啊对抗迄个蚩尤安尼，是，对。啊，不过这边的甲恁无共款的，伊是感觉是恋爱秘诀，哦，为什么？是，来哦，我住台中嘛，啊，都会公园那边就是有一个月老，啊边啊就是拄好9天边啊，我安尼联想诶。
哦，哎，我当做是甲阿汉当做九天仙女。厉害的月老是管吗？玩弄玩弄，你是住隔壁，哎，就住隔壁尔。我想想，安尼嘛是敢若会嗨，是也试看卖嘛，试看卖。伊无就死啊！反正9天跟玩弄因两个只是合租尔。嘿啊，水哦啊，嘿啊，玩弄。不要紧，哎，无定就是伊丢的哦。哎呀，看咱老师嘿，无唔对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个哦，正确的答案是。恭喜咱这边闪闪是15条条拢搞掉啊！哇，请起失败啊！啊，伊拄则讲的已经差不多啊啦，因为伊应该知影这个代志啦吼，所以伊这个就是讲，伊讲了无完全，就讲伊是教什么人，伊敢若讲伊剑蚩尤啦吼，啊伊是教迄个黄帝啦，黄帝，吼，皇帝战蚩尤嘛吼，啊伊就是教伊讲要安怎去剑，啊所以就教伊阵法兵法啦，吼，要安怎摆这个阵法，要安怎用什么兵法去甲伊剑，啊所以上尾伊过身了后，伊人就甲伊当作神来拜啊，所以叫做九天玄女啦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，哦，够掉。哦，命拢留着啊，真团结咯，嘛是第一道，五个拢第团结的吼。来，咱来看一下分数，好不好？来看阮闪闪是，闪闪是即马5条命拢留落来，所以得到最后下面2万块，加起来就是35000块咯。哦，上悬的哦，上悬的哦。好啊，那咱这边的呢，阮两边呢。来，卖凉了。啊，身高差同齐比，咱永远坚持一粒爱心。一定啊，哎，这爱心比0更较好哦。赞哦。好，来35000会当摕回去无？进来去咱后一个会好不好？进来去咱的摕奖金游台湾。摕奖金游台湾，拢总有5组题目，每一个家庭成员轮流讲出正确的台湾地名，只要30秒以内，甲5个题目拢总讲出正确答案，就会当将头前累积的奖金全部摕走咯。嘿，摕奖金游台湾。哦，咱即马奖金是咱这道。这季以来上悬的呢，是偌济？35000啦！35000啦！30秒互恁赢，65呢？哎呀，是不是？是啊，不过咱咱今日要去倒位游台湾呢？啊，咱即马要游咱的唔是倒位，是啥物款的迄个节日？哦，节日啦！咱有相片，啊，恁看到了，甲阮讲迄是旧历的几月几号？爱旧历哦，旧历的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摆一排。来，第一位。我咧记旧历的。啥物节拢爱讲哦。好，来，要开始哦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宜兰手讲到中原普渡。7月10，中原。哦，正确。哎，哇，记。5月初5迄个肉粽节。肉粽节。啊，再记。来。炸汉大哥放天天，正月10个，啥物节？中元。元宵。12月29，过年啦，过年初四，小年啊，小过年，天tiêu，KPA 更加困难嘞。来，咱请摆一排。好，来。7月15中原普渡，伊顶面哦，咱看即马看会出来吼，这个中原普渡就中元节，啊，就7月15因讲了正确啦吼。过来，这个5月初5吼，伊拄则讲肉粽节吼，这个节有足侪讲法，有人讲5日节，嘛有人讲5月节。啊，嘛有人讲肉粽节啦，因为都食肉粽啦，所以这3种我拢会使接受啦。所以讲肉粽节是会使算正确的答案啦吼。过来，这个正月15，咱台湾真侪所在有特别的活动哦，啊，这是这个台东遐吼炸邯郸啦吼，啊，有的所在放天顶啦吼，冰溪，嘿，啊，冰溪放天顶啦，啊，若伫个台南吼，咸水吼，因遐就是放蜂仔炮，哦，啊，这就是伫个元宵啦，吼，啊，过来。这个咱过年哦，围炉，这个讲过年是正确的啊，但是时间就讲12月29，是讲12月30拢会使讲，因为旧历不一定是29，有时啥啊，嘛人讲29暝，还是讲30暝，还是讲过年拢会当讲啦，嘿。好，过来
8月15吼中秋啦吼，咱这应该真简单啦。烘肉，咱即摆就讲想过，真侪人即摆拢烘肉，这烘肉是尾仔才有的啦，古早无啦吼，古早食月饼尔啦，八油啊，即摆少年人拢利用一工，因为这城里人吼。无安尼宣传吼，无人要买伊的物件嘛，所以就宣传这烘肉，所以烘肉足时行的。是，啊，这就是中秋啦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老师有听小人哦。系啊。嘿，拢安尼嘛替恁安尼拍树哦。你讲过年，老师讲哎，可以。是。好，来看咱的奖金即摆偌济？是，咱即摆搁剩28秒，所以有28,000块。恭喜！好，咱即摆进来去颁奖。贵啊，吼，第2关的哦，第2关2万8吧， 2万8，因为有3万的，有一个3万的，嘿，是来恭喜哦，赞啊！不要紧，我欢迎您报名来参加啦，好，咱今日谢谢咱的顾问老师，感谢咱的罗光成罗老师辛苦，谢谢老师，专家有你位，咱斗阵拼大意，互你大家拢欢喜。